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抽号码牌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吧？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我们地震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震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震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震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震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震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震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今仔日开始，包括85岁以上、甲75岁以上有重大伤病长辈，会当开始注新冠疫苗。符合资格长辈接到通知以后，才前往诊所分时分流注射。上午第1天的注射状况良好，旧股台南市会当注8000人。为了应用15号开始第一批出符合资格时段来注疫苗，市府除了个别发送通知单，嘛请你干事电话通知。上午记者来到安平，有提供注射医疗诊所，也有替代亚人协助防疫宣导。而且因为长辈拢有加小陪同，所以公所嘛事先要求诊所针对预约长辈一定要实施分时分流，避免伤侪人聚集。看来第1天状况良好。今天是公费疫苗接种首日我们安平区公所跟卫生所已经做事前的安排跟各个的地方的接种诊所都有协调好使接种的长者能够分流分时段来接种避免群聚的现象产生。到目前为止，目前接种的情形都非常的顺利也没有任何的状况发生。其实真侪长辈注疫苗进前会烦恼，不过经过医生评估资料，拢讲无啥感觉。拜六迄个科医师我因为我拢会看，有变家庭医师，所以足关心阮，所以伊讲阮已经超过85岁，所以就讲叫阮来迄个预约，今仔日来做这预防针，所以我今仔日准时预约迄个10点半，过来做安尼就足亲切的。感谢政府的支持，感谢，谢谢。今日资料感觉身体状况安怎？无安嘛，嘿，拢无安嘛。这困了就感觉足好。嘿，嘛无安，我就在迄半点钟啊。一开始自家烦恼啊？没啊。信任嘛，要信任啊哈。在接种之前呢，医生的诊所医生会先做状况的评估，
没有问题的话才会进行接种。接种完之后，也必须在诊所停留15至20分钟后，没有问题的时候，医生才会允许他们离开。但是除了主动通知户下住嘅长辈来住，也够安心接送或是到处服务，得到侪长辈肯定。卫生局强调，请长辈一定要接到通知，才去指定的所在来做疫苗。这一次因为要服务我们85岁以上的长者，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都是用造册来施打。那有一些我们的长者还是习惯以前流感的施打模式，会跑到医院去说，会跑到诊所去说，我就是要预约施打，为什么不让我预约呢？这一点再跟我们长者道歉，抱歉了因为这一次为了避免造成长者的移动的不便那的担忧，请所有的长者85岁以上长者接到通知到指定的地点去施打。请不要自己跑到诊所、跑到医院去登记、去预约，这样会造成您的不便，也会造成很多的群聚。85岁以上的通通打得到，但是要分顺序。那我们会把在机构内的这的住民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好，行动比较不便，会先施打，然后85岁以上健康的人施打，然后75岁以上重大伤病卡包括原住民的朋友施打，然后对于行动不便的人，需要医护人员去到府服务的到宅服务的，以及外县市籍的好朋友我们年长者我们也帮忙施打，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子邱表示，目前全市已经开设30间卫生所、107间诊所、甲13间病院，总共有150个注疫苗地点。预计第一天全市地当注8000人。台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中央推动家庭防疫补贴，为6月15号开始受理申请，补助国小以下幼童以及国中、高中的身心障碍学生，每一个人1万块的补贴。教育局呼吁家长尽量用网络申请，避免到 ATM 造成临调组织。为降低疫情对家庭负担，中央决定发予国小、甲国中、高中以及身心障碍学生每一位有1万块的补贴，全国预计有250万人符合资格。教育局表示，15号上午10点开放上网登记，另外嘛将伫6月18号开放 ATM 来领。这两项管道拢领取到9月30号。对此，教育局强调，请家长尽量用网络，避免用实体，以减少临调组织。那只要你家中是有国小以下的那么幼童，以及呢有国高中跟五专前3年身心障碍的一个孩子，都可以呢领到1万块。那领取的方式呢，再重申一次，就是有2种。那一种呢，就是透过这个网路，那这个网页呢，只要在网页上面 key in 进去呢。你是家庭防疫补贴网，或者是1万.gov.tw， 那么都可以很容易进去。那进到网页之后呢，输入了这个3种资料，一个就是孩童的一个健保卡，所以健保卡的卡号，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卡号。第二个就是如果是爸爸去领的，那你就写上填上爸爸的身份证字号；如果是妈妈就填妈妈的金融部的。这个账的代号，比如说邮局，那就打700，接下来你的账号把它填进去。那这3个资料都填完了之后，就按确认送出。那送出之后呢，在3天，在6月18你就去检查看看这个钱1万块是不是已经入账了。教育局指出，可能初期申请人数会较侪，为了让民众会当伫网络平台顶面快速完成登记，前3天并未开放来查询，查询功能将伫6月18号开放。补贴嘛将伫当天开始立效。台湾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这波疫情除了互清洁人员无用的自行消毒，面对天高热的风地，嘛是袂当放松。环保局表示，伫5日前后已经针对302个所在进行消毒甲预防性的抗药啊。这摆 COVID-19 疫情，除了互清洁人员无用清洁消毒，面对天高热的风地，嘛袂当放松。根据环保局表示，伫5日节之前，各区队一定伫临调聚集的所在进行302处的消毒甲预防性的投药。特别伫15号开始落雨，天气无稳定，
所以呼吁市民一定要动手清除资生源，共同度过非常时期。登革热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个案例发生。因此，市府团队我们也一直在合力的加强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110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市的这个环境卫生的消毒工作。那针对一些侧沟啦、阴井，还有不容易清除处，我们做了这个预防性的投药974处。那针对滋生源的清除了积水容器8万多个。脏乱点清除2万多个哈，所以可以这边也要呼吁来市民，确实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的积水容器存在。那这些积水容器里面，我们更发现了32件是有这个阳性容器，也就是有结节生长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针对这个有阳性容器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告发了哈。虽然大家轻松过节，不过环保局已经排班完成各区里的清除资生源，嘛针对严重积水的容器开单32件，所以嘛请市民配合，唔当因此受到处罚。电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又搁拄啊好是往来生产的季节。议员郑嘉欣甲前市府顾问康银寿特别配合全国工业总会，采购1万箱的关庙往来，已经全部出货，帮助农民大量出销。新冠疫情持续3级的警戒，虽然政府呼吁尽量减少人员的移动加群聚，但货运的流通仍然是保持畅通。尤其最近台南农产往来甲山影拢是盛产的季节，伫个议员郑嘉欣甲前市府顾问康银寿的配合，伫知影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同时嘛是台塑集团的总裁王文渊有意思要来采购大量的往来，因此以分配的方式，总共采购1万箱，并且伫个端午节进前全部来出货完毕。议员表示，全国工业总会是咱国所有工业团体的联合代表，因此对地方农产的支持更加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即间协助采购关庙的往来，除了落实企业的责任，另外嘛为在地农产推广注入了活力。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3级防疫期间，因为民众拢尽量伫个厝内，加上餐饮业者禁止内用，所以袂少店规气趁机会关店休困，也因此带动民众伫个厝内家己煮食。其中煮面是上界方便的，目前市面上面条有800款，整个销售量成长3成以上。为伫桂林甲关庙交界的这间制面厂，对面粉的搅拌、擀面到面条的成型切割，全部拢是机械自动化来生产，只有工人伫出面口摆几排来迅速收面，而且动作爱紧，若无面条会成为漏网之鱼。关庙的特产关庙面会好食，主要是经过日晒，对工人收集到日晒，爱经过几啊道的手续。现在因为疫情的期间，民众宅在家，连带嘛带动关庙面的销量。根据业者表示，防疫期间至少成长3成以上。不过业者呼吁，因为现在原物料小麦面粉还阁真充足，民众唔免来囤货，食完才阁买。量绝对有够。面条是属于比较可以耐久放的一个物资哈，它基本上保存是可以1年的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不要往外面去跑买一些即食的东西哈，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料理。在这一段防疫期间哈，我们制面的量哈大概增加了3成啊。那我也要呼吁全国的民众哈。
对这次的疫情不要太恐慌，不要太买足够的量就好了。因为我们台湾目前的物资，不管是小麦的原料，或者是制面厂的一些物资，都应该都很充足，大家不必恐慌的急着追进去买，买足够就好了。因为疫情在遮，加上在经济的发展，现在市面上各式的面条，不管是干拌面、刀削面，或者是关庙面、意面等，业者嘛拢有生产，提供消费者无同口味的选择。台南新闻引根刘品言采访报道。进前因为无落雨，造成竹笋的产量减少。最近全台拢有雨水，不只为水库带来水量，也互位伫关庙的竹笋加工厂产量嘛增加。最近因为地流方面带来的雨量暂时降低中部甲南部欠水的危机，为伫咧关庙区农会竹笋加工厂嘛受到这波雨势的关系，伫咧大雨了后收入伫厂内竹笋量增加。透过农民所送入的竹笋会分做送去果菜市场，也是透过加工厂加工了后销甲卖场的两种通路。之前没有雨啊，因为正常说雨后春笋嘛，对不对？现在就是我们台湾之前就是没有下雨，有的农民是他有自己的地下水灌溉，有的就是山坡地，他没办法灌溉的话，就要等雨季来，所以它的产量当然会减少很多。竹笋入要到加工厂内底会经过分级，如果若是要到果菜市场的，就会伫洗清气了后，甲冰角做伙装箱；若是要入去卖场的，就有另外加工的工程。而且入去到加工厂内底的笋仔，拢袂阁接触到自来水，敢若会用蒸汽的方式来处理笋仔。吹过的笋仔会伫口感上更较好食，更更较受到消费者的喜意。台南新闻刘品言林跟采访报道。COVID-19 疫情冲击全世界，今年4月底，印度的疫情失控，单日确诊人数曾经高达40万人。台湾的疫情也伫咧5月中旬爆发。这款状况之下，对世界展望会所服务的45000位弱势儿童家庭，嘛带来更加强烈的冲击。为了持续关心弱势儿童，展望会特别召开国际线顶记者会。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响应支持。3级防疫警戒延到6月28，中央订定多项防疫措施，包含划出全程挂嘴安、实联制以及禁止室内5人、室外10人聚会等规定，尽量减少人甲人接触机会。但关心弱势工课，袂使因此而停落来。台湾世界展望会昨日特别甲印度世界展望会携手，首次召开线顶记者会。邀请社会各界做伙来关心国际甲台湾的弱势儿童。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疫情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向全球席卷而来，但是世界展望会的同工，即使在这样严峻的状况下，我们仍然没有退后，我们仍然是坚持守护着这些脆弱的孩子跟脆弱的家庭。从现在的重灾区疫情在印度、尼泊尔到台湾本地，我想我们的同仁都是用最大的力量。用最高的规格在守护这些脆弱的孩子，特别是台湾现在疫情的这个攀升，让孩子很多在家必须要在家远距上学的孩子，我们案家中有大概高达40%多的孩子，40几%的孩子是没有工具可以上学，所以希望台湾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世界展望会一起好，我们来共同保护跟。让这些孩子的上学教育不中断。印度当地因为肺炎疫情更加严峻，性命离开，也让真侪家庭失去经济瓦靠。印度世界展望会会长麦达夫·贝拉康达嘛伫咧线顶记者会上讲起当地医疗困境。When they took him to the hospitals are overflowing with many patients. 当他被带去医院做诊断治疗的时候，医院塞满了所有其他疾病。或是新冠肺炎的病患 ，So he couldn't get any hospital admission, and for nearly about 7 to 10 days. 就因此他有到7天到10天的时间，完全得不到医疗院所的诊疗。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from a distance with all these oxygen pipes going into his body and into his system, and that's the vivid picture of Ashmita about her dad.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Yashimita 就在远远的看着父亲插着各样的管线，这就是他最后见到他父亲的状况。After fighting for so many days, her dad passed away. 就在几天之后，他的父亲去世了。She was devastated. 他非常的难过。Her family is now without a breadwinner. 他的家庭就失去了一个经济支持的一个父亲。台湾世界灯笼会也呼吁大众，伫疫情也未停止进程，要保持正向的心情，适度放松身心。抗疫伫厝内期间，买当拥有参与第32届G230人道救援行动，不论是捐款救援，也或是报名G2体验 DIY， 拢是关心世界实际行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雨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